大家好，今日又再拍多段片關於 Slab Wall 啦。咁呢段片呢，其實係我第3段片關於 Slab Wall 嘅。因為有一位網友佢都提醒咗我，嗰個神秘版本係多咗一隻濾鏡，係叫做 Solar 濾鏡嘅。有手頭上有2部機啦，而我逐個濾鏡去睇睇啦。咁首先就係一個正常模式啦，之後就綠色濾鏡，紅色、藍色，之後就黑白濾鏡，最後呢就係特別版獨有嘅 Solar 濾鏡啦。大家都見到啦，最後尾呢個 Solar 濾鏡呢係只有特別版先會有嘅啫。咁轉頭我會將所有相片同埋影片呢都會展示出嚟俾大家睇噶啦。希望大家睇完我呢條片之後，對呢隻產品會有更加多認識啦。多謝各位。